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人會講食風，特別唔是去到嚟食風，嗱頭一擺攏去外國食風嘅感覺是安怎？咱介紹下咧，特別嘉賓，這禮拜特別嘉賓咧，就是阿三laksa康碗康啊，冇打邊個阿三laksa咪走到。你坐高去行啊！有個阿涵啦，歡迎阿涵。Hello，大家好。有個南西歡迎。大家好。南西啊，你係不到嘅時候，咩啊？你先試個考試，咩嚟啫？冇你使用你冇你嗰時接起你咁，我特別是做啲電話啊，冇你做啲 computer。我話你喂laptop 是 Google Meet。你不單使接你 system 到 Google Meet，然後你 Google Meet 上嘛上很唔使。但係唔要緊，或者啷個 troubleshoot 佢安裝，你可以頂到時你是會到啲，我就 because 我做佢哋 Bluetooth reroute 嘅 issue 係 system 係。แล้วก็播鹹電啊，歡迎播鹹電。大家好。แล้วก็換的士個，換的士就係困起未？特別困起，所以我準備瞄一埋，一個單數。แล้วก็Clubhouse 入邊嘅呢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就是差別款都唔使個調。插盤就夠困，即係夠愛。差唔多。你差唔多，差食一下，你插盤差唔多食一下。然後個杞子唔使個調，即係困起一位。杞子，然後個阿龍而家困起啦，阿龍就去個口，繼續擺個大熱แล้วค่ะ冇出聲，但是困起阿龍，แล้วก็อังไฮลี好啲個，但係啲講幾數，佢出色話。好啲。แล้วก็มอกู歡迎มอกู歡迎。แล้วมอกู想乜事嘅個OK，所以呢禮拜咧，มอกู就告訴講，我俾聽講後一擺出國，乜嘛？頭一擺出國嘅感覺。咁要做功課，咁你經驗上面，當講話你後一擺出馬來西亞國家是達一位先。Clubhouse 人講起差別好你記得頭一擺出國是出達一馬來西亞以外是去到咯。鹽地。我去鹽地，其實合仔。合仔 OK。想。就咩是合仔？我啦，放鹽地咩是合仔？樣做個 research 啊，搞講做個 research 啊 ，Malaysia 啊，咁了有80%哦，出國頭首就是鹽地。哦，我是新加坡。我們是新加坡阿涵，我們是新加坡本，我們是新加坡。我是新加坡。人一邊去鹽仔見嘛。แล้วว่าสิแกตายมาว่ากูจ้าว่าบุพาสปอร์ตว่ากูใส่โจบอร์เดอร์บัสกูใส่ขี่หับใจ當然佢使嘛，當然佢使 border bus， ใส่โจบอร์เดอร์บัส使個，你是大伊個 border， 我 border 嗰陣就使做 border bus， 咩 passport 冇使啦，嘅大人即係等我就是請個人紅海里。係頭一擺出國是得咯。我出國啊？應該是去台灣啊，我直坐我去。哦，你頭一擺出，你還未去過鹽地，還未去過新加坡，你都去先去台灣先啊？新加坡啊，新加坡先。哦，新加坡 ，OK。新加坡。阿龍個車位。蘑菇咧，蘑菇都出國得咯，頭一擺。鹽地。全部可能。我笑緊你。我買茶。播啦，個唔播。你梗係播外國啦。人講出外國啦。有影。冇古早吼，細漢嘅時候，睇到去個唔播吼，學我人變靚，I mean 變靚靚位啦 ，OK，我唔係講變靚啦，係攞拍，其實想啦，我笑，我冇計較，別人計較。
冇。哇，到老大時我就出國了咋，很想了咋。哦，特別我聽咧，你要用 passport， 頭一擺你用 passport 是係咪講 passport 啊，正。誒，人是啦，福建話人講 passport 嘅，有人講 passport 啦 ，passport 是福建話 passport。冇 passport 啊，頭一擺正有家己有擁有 passport 嘅時就是去香港。哇！我想你頭一擺出國是去passport，是香港啊，你唔係去過新加坡，唔係去過上地，先去金邦，先去香港啊。未過，迄邊未過。你唔係去過印尼啊，唔係丹唔係去。我是哦，唔捌。哇！你特別咯，你特別，你幾歲啊時？做家己嘅 passport，因為我老爸正早個過身嘛，做了我就攤出來攤家己做家己 passport 啦 ，with that 實累幾好，攤有迄個 privilege 嘛。哦，等到人做 passport 嘅時，你就是有爸爸，你特別對爸爸。哦，冇，媽唔使，跟阿老爸嚟。哦，你想到啲嚇？啊，我未記哦，我係叫我媽，我頭出國時是我媽。我係記是媽，一條我買 passport。掉對小應該對買 passport。佢哋 attachment 是掉 ，attachment 是，所以我係冇想我是老爸冇做嘢嘛，村 single parents 嘛，所以 single parents 是用得實嘅嘛，所以嗰陣時是我過咗18歲啊嘛。哦，過咗18歲都自己做自己 passport。嘅使入 passport 嚟。哦，是咩？我未記啊，你別那是講你無過11歲，你特別有你爸簽名嘅，是哦，那是要做 individual 啊，對，嚇，然後就做了，應該是form 5過，我就有機會去啊。嗯，誒，我哋想嗬。我哋想我頭一擺出國，我想我是新加坡，特別當佢想到對應該唔是新加坡，應該是上地。因為我想起嗬，我到底新加坡嘅時唔是，我是頭一擺坐飛機我去新加坡，我去上地，我人是對團去嘅，也是我去嗰個，我只 mermaid 嘅巴肚，嗰個就是叫咩啊？個啥物？Lion fish 島裏面。上地松卡。冇咩啦，松卡啦。嚇，喺你我看到我聲音就在邊。啊，有呀，冇呀。冇呀。哎呦，冇呀。松卡啦。所以我是去嗰邊，所以應該是上地。因為叫我頭知道我嘅 passport 是到底我買嘅，一條到我買 passport 嘅。所以我唔是頭早出國唔是啊，特別我 recollection 冇講就係這啊。OK， แล้ว你人一記你人出國時幾歲？阿涵，你去新加坡時幾歲？我去新加坡時我 apparently 我一兩歲呢。哦，你唔知 ，OK， 所以你未記啊啦。特別我會記嘅啦，是我6歲時我去 Europe。哦，你細漢時你會記特別？我會記淡薄咯 ，but apparently 我是一半嘅時間我是困嘅。哦。你只叻嘅。我會記我去 Paris， 我去 Notre Dame， 因為迄時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馬路較出來嘛，我會記我問迄個 tour guide，Where's Esmeralda？ 講個 Esmeralda 死啊300幾年啊！哇，而且。哦，哇！博劍店呢？博劍店你頭一擺你是去上地啊？是講用我買到嘅 passport 咧，是去上地，我唔知幾歲哦，只係細漢我㗎。maybe 5、6歲，我唔知。我上個是去只一擺嘅，係仔去只一擺。4歲5歲啦，然後特別我用家己嘅 passport 頭一擺去嘅時是我15歲，我去英倫嚇，我記。有個家己隊嚟咋，家己隊嚟。誒，你家己背嘅時，你是特別像 sticker 嚟啦，讓嘢 flight attendant check 就錯路嘅。佢哋我每路 experience 真咗嚇。
sticker 好攞叫見哪個㗎話哦係咧 underage 嘛我都未看你經驗我唔捌有呢經驗過แล้ว南西我冇未到頭一擺出國頭一擺出是新加坡然後是有影是規個 family 去伊個往對咧拖去嘅應該是10個歲安尼款嘅事咯對拖去伊個我捌去過本啊新加坡我對拖我捌對拖去新加坡我是坐巴士我會記แล้ว小妹嗬早7-8年6-7年前啊我去大堆我頂位就是細行你去新加坡迄個 hotel 就頭一擺去嘅時啊頭首大啊因為我小妹 book 到這間嘅時候一大接去是食咯就成個捌來過啦特別一個真正 well maintain 真正好個伊是啲卡機內面個，即係 hotel 唔是講數嘅喎，把你大，因為伊真正大，因為伊只古啊嘛，特別只大間嘛。伊捌得啦，個了啦，伊個北京嘅新嘅新加坡嘅 hotel 內邊，伊算是伊是古，特別伊算是真正好咯。伊個 maintain 個真正好，所以我會當我個大部隊去嘅。我搞驚講，我知我即係就是我10個行頭嘅 hotel 嚟，個把路往部隊嚟。哇，出邊都對起咧，古仔。我想要個一燈上到對，就是這間了我第二記我頂買大嘅 hotel，因為我看到伊個 logo 嘛，咁我哋記了。因為我們10個啦歲啊嘛，我去是10個歲啊。你是坐飛機去還是坐巴士車？我坐巴士去嘅，伊是飛機嘅。我太平冇飛機場嘅嘛。แล้วลองสิบาตัวที่ใต้เป็น嘅ลองสิ對迄個旅行社去做嘅團了去新加坡啦 OK แล้ว你新加坡你去新加坡佚佗去較看咩物件看西澳水Bird Park 真正好嘢喎我會記不捌我會記新加坡蘇格 Bird Park 真係好意嘅真係好意個有把路 OK 呢伊個有咧伊是zoo伊是咩 safari night safari 嘛我會記伊係 zoo 有 night safari 嘅特別嗬把路最尾我講唔好意咋因為嗬把路嘅欠少㗎啦未使做 show 啊嘛有成個頂麥嘛，頂麥會使 train 嚟做 show 嘛，會使 train 嚟講我人會使跳舞啦，係咪未 train 嘛？所以when you train 你是唔是卡到伊咯？因為你愛伊做掉，所以無聊。把你去哦，有影是看了咯。你看啊，可能你真一細嘅迄種嘅禽獸囝哦，迄種細隻嘅狗啦，細隻係咪？樣嗰時細隻嘅鳥好像該會 train 伊人咧。然後頂麥我有看到迄個。係咪燒啊？咪個了我燒啊？咪個了無了。我記我阿妹 zoo 嘅時候，唔係阿妹 zoo 嘅 night safari 啊，我記我坐迄個車嘅時候，伊個有迄個，伊只隻迄個烏白搭邊搭邊行搭邊行嗰邊我覺得佢大隻呢喎，真係大隻誒，我唔知講伊呢大隻誒喎，我特別看到小英，看到我冇想到講伊呢大隻，一行到啲邊邊啊，因為只隻一個 trolley 車，可能載都拖掉嘛。對，我那是後邊阿龍看到就歡喜哦。神多沙咯，其實神多沙，伊個是多嚟嘛，伊無 connect 嘅嘛，你特別坐，我別記坐係咩坐 cable car，是唔是？一時佢比較貴氣嘅，把你看車會搞啦，你都只會車會搞啦。有橋啊，有橋啊。我記Sentosa Island 後，我記一個位，伊個Sentosa Island，我別記係咪一時成啊？伊是毋是有成個 aquarium 呢？看 aquarium， 伊有一個成個一島，佢咧是用含殼做嘅，一尖特別隻股啊，唔知當邊個有。我係叫老人，咁樣看老人上我會呢，我係叫。南西應該知嘛？伊到Sentosa，伊有一個位一些 aquarium 係島特別，伊有一個成斷管嘅島，呢成個一支一條，特別佢咧是用含殼起嘅。
OK，頂擺聖淘沙哦，唔是白鹿可能聖淘沙嘅，頂擺聖淘沙咧，一個咩辣，要辣誒 bro， 要辣誒 museum 嘅，有嚇，有真濟種 statue 可能見嘛咁冇。嚇，แล้ว一個辣 museum 個เขา一個架你成日你炒一架做 elephant 嘅 shape 啊，做後面會上 shape。我可能見啊，白鹿是係宣北嚟啊。當今是變做宣北哦。要北角鳥。Universal Studio 咩 ？Universal Studio 出淡薄，介紹係家己一個，伊 still 有家己嘅，聖淘沙 still 有嘅，因為 Universal Studio 是家己一個位，伊是家己嘅。邊度冇啊？嗬，未必係你。當今伊是伊宣北咯，伊迄種嘅Flying Fox 啊，係咪是唔是叫 Flying Fox 咯？迄種了Toboggan 啊，卡車啊，迄種咯係咪？有一種卡車啊，攞嚟練嘅種嘅。誒貴哦，你睇貴哦，3嚟嘅嘛，一個人以3嚟嘅嘛，正200塊啊。新加坡啊？新加坡啦，新加坡嘅鐳啊？迄個時是無3個啊，我伊個時是2半something了。我甲我囝2個人以6嚟嘅嘛，我愛學300-400塊咯，我個鐳。是啊。真貴，白佬邊講啊，白佬3倍啊，唔係，主要去 Universal Studio 啲投資錢。因為伊成樣啊，伊較暑假伊講迄邊較刺激。我俾頭晚是講是我真係暑假 Universal Studio。就是去上地嚇蔡美芬，你講到上地經驗啫。我也是，我只大漢家去，我唔知19-20，我未記嘅，特別是19-20嘅。佢一細細行，我厝無女嘛，都無能在地方出國。食烘嗰邊嚇。搞19-20啦。咁慢慢橋淡薄女嘅話，去做一個 border pass，我甲朋友出去。這是 after 係咪啦 ？after SPM 啊？會after SPM 對，after SPM 了，了是坐 van 過去嘅咯 ，SB 坐 van 過去嘅咪合仔。這邊佢去幾日啲 shopping 食物件翻嚟咯。合仔啊，合仔是咪定啱嘅是係你是幾年嘅是1990 something 90幾年。羅青。那是我19咯，99羅青。99年 ，OK。所以係冇講正辦嘅咯，I think 較早是去上地食烘時你探伊類主。是啦，但就是比當今辦機啦，當今 ringgit 安尼價嘛。有早我其實 I think 我話10巴嘅款啊。點解是個10塊是100巴嚇？1塊100巴，1塊10巴，還是1塊100巴？差不多是1塊10巴。1塊10巴 ，OK。當今咩都係冇啊？當今咪。一塊 I think 8巴呢。哦，點解是較懸個？至少一塊話10幾巴。了，我人常常去合仔買 shampoo 嘅，買迄個 Rejoice， 唔是 Rejoice。唔是，講做唔是1巴是1巴。1塊變100巴 ，OK。冇啦，10塊變100巴。哦，10塊1巴。10塊變100巴對啦。10塊變100巴，1塊變10巴咯，上啊。當今100巴是8塊幾啊？哦。係咯。100巴8塊幾冇夠。因為你去換時，你 money changer 是100巴換嘛。哈。所以係你古早去嘅時候，你哋你學伊 ringgit 樣少嘅。對。當今冇愛少啦。ringgit 冇貴有冇 value。你去嘅時，你是。樣正歡喜啊！係咪嘅歡喜？定到學 ringgit 正歡喜。古早係冇學伊 ringgit 樣本是骨歡喜嘅，當今樣唔係啊。定到是你先去，你冇去教要去打咩？你直頭去去迄個啊，去合仔啊，教去打唔是較近啊。
應該我是做 event 嘛，我是做 event，SB event 頭接合仔咯。你合仔是要停計要去擔咩？不嘅應該不嘅計去擔。冇講，唔是講停落去行啦，just 過得了咯。哦。頂到會記哇！一隻貴啊，冇多時，依度就寫住 market，你看好落去買物件買咧上會嘅可能，你免去到接架去合仔啦，你就頭貴啊冇多，下邊就頭一個有人嘅，嚇即有人嘅所在㗎啦，了時去買物件尖頭啊名稱報正手餅啦。十位正手餅，就 border 就貴啲。特別我就未打閒呢，特別就係 dry，我頂頭我咁話講我買去啊，其實就買去啊，我就 dry 了一個坨呢，伊個咧頭卡，伊硬板嘅打了，就拍個頭就 dry 了是伊個坨呢坨毛嘅了，是伊頭卡一成個咧 pasta，特別 pasta before 要做好時頭卡是啊，nap嘅呢。有阿妹落海頭殼納一坑咧是波是不立拍節作，我別打很我買去啊！我今日講個頭款嘅就是嘅 shopping 嘅你話買，แล้ว去冇俾雞腿有雞腿冇得是咪？雞腿，你換頭款就好食，誒好食咯，呢隻好食，隻胖嘅咁胖。十幾塊，你拿買俾就拿嚟嘅拿好攞嘅4幾10塊。叫你阿姐，叫我嘛阿姐。但如果你贏8件呢，應該冇你贏好。派8件又唔知啊。派8件啊。當今有賣咩？當今個賣過你記。有啊。當今唔知一行政嘅啫，當今1件1塊啊。I mean 100 yen， 100 yen 不啦，100 baht。100 baht 一支啊嚇，一支，100 baht 是幾塊啊？10塊啊？10塊未必攞幾個啦。冇啦，買咗100 baht，買咗10，媽知10塊啦，10幾塊咯。100 baht 當見12塊幾應該是。會減講10幾啊。有冇講咩個？OK 毛蘑菇。你講你去頭一擺出國是去香港嘛？你知我暫未去嘛？嚟講，暫擺就很少啦，那是。再來。No。你幾歲啦？講你幾歲先？18歲嚇。18歲 ，OK。我其實應該是去5日嘅 trip 呢，我哋去對團去。我對團，所以你自己一人，你差唔多出來啦。啊對。參出來人對會記嘅，集網香，誒，做咩事？你團家人講特別夾網香去啊？唔是，我姨人講香港嘅網較大隻。對，哇！你數半夜開人變嘅啦，我應該我同我媽會去揸劍湖嘅網香去，那結果去變斷過嘅了。啊對，哎呦，真好笑！我應該是會去啊，啲揸劍湖票嘅。你你揸去啊？你用到去教時？冇啦，萬一有機會冇都冇誒，去揸飛揸到困車大車，去到啦，對巴行了，啊對，天人嘅啦，插網香，我成個都揸很少嘅嘢。我揸多曬，我講下，你講下你有感覺到成個淡薄自己淡薄散久 before 你出國嘅事。你講下你經驗上，即係手尾本嘅網香，就是講，你有時你聽咗一個故事，講你不出國啦，特別咩，特別幾淡薄餅嘢，冇嘅接到藥啊，啊什麼，然後餅本有，加飛機冇人食物件。嚇！我問梅佬，你去香港是坐飛機，是坐飛機，特別是香港冇坐飛機，特別坐船咧。對係。90蚊去，坐飛機去。你叫坐咩？你叫坐係咪？
MAS 啊 ，MS。你還一刀是唔是頭一擺坐飛機，還是你擺坐飛機把鐵包去？在吉隆坡啊？冇咯，一刀唔知喺個冇 domestic 坐過就幾難刀了。OK，所以你擺坐飛機出國家是 mid hall 咯，頭一擺算mid hall 咯。mid hall 係咩數？咯，4點鐘。mid hall，係講到就等 ，OK。嚇，咁咪所以是頭一刀咯，了即炸任邊不有你講嘅不有啦，了應該是超重嘅啦，我唔知係咩數，了炸 battery 啦，battery 做咩數？電筒嘛，冇，當時冇電筒嘛，佢炸diesel啦，diesel 挺好啊。做咩數俾佢 torchlight 啊？我唔明白，就是俾佢 torchlight 幾多？啊，伊講學得嘅學得冇電，學得就 torchlight 嘛。伊嘅學得冇電，即係一個小個教教，即是你依個講嘅。嚇！跟住，我真的是什麼東西？對，然後接落嚟啊，講咩下嚟？你去到香港時，你會感覺上怎呢？到香港時，香港嘅時啊，我頭一日就看講，按照伊皮膚甲人皮膚相似。你是 expect 咩？你是 expect 上個 DVB。冇，佢搞 DVB 啊！看 DVB 先，嚇啦，對啦，看 DVB 咁就冇明星嘅，明星走去得咯，先揸師兄走去得咯，就冇啲嘢。呢個真係兩個咧破破燙燙嘅咧嚇，嚇破破燙燙嘅แล้ว本是 plastic bag 拖來拖去，你看แล้ว講我多多聲啊嚇，你看你嗰啲邊講起啦。你想貴格落嘅咧是明星嘅咧香港。嚇，對，嚇香港古早後我哋細漢嘅時就是哇，咁啦 P S celebrity 咁啦對俾 TVB 出來嚇，你看你嚇。誒，你攞睇佢 TVB 嘅，你片場嚟看 happy 嘅。冇啦，冇，我未記咯，我今日都想鬼子就拜新年啦。拜啊！你講鬼子就辦公嘅。嚇！你我諗佢冇上嘅啱啊，咪冇上嘅表咧嚇，香港。冇上嘅表咯嚇，表咯黃大仙我係記咯，有記咯。แล้ว唔知啦，個絲絲爽爽個廟街嘅啦，廟街你獨白講啦。女人街。係你可能女人街。未記啊，冇咩會記啊咯。有去巴沙馬林就對啦。古早咱乜都叫啫。巴沙馬林哦，咱冇叫巴沙馬林。攞去食咧大排檔咯。大排檔啊，冇通食大排檔，因為嗰啲啲嚟少人食。你去搞係咪嘅？你第一代成日講話到冇上個你 expect 唔嘅，對啦，冇明星，嗰個係咪嘅冇上？你其實是貴小仔領嘅是做做個死就對啦，做個死就對。Summertime 是Summertime 是嚇，佢邊啊冇啦，別記啊咯，至少是冇隨冇看冇到 celebrity 啦。แล้ววันท่านมีอันเจ้าโบตาย啦วันท่านมี就停咗冇乜對啦，因為平時係啦，冇係啦，伊味個啦味冇上食物件咯，嚇了按照魚蛋貴簽嘅咯，嚇你看樣咯，嚇冇啦，就是安尼看樣，然後貴子就辦公掉啦，我係記住就是真係記住佢啦，是辦公唔過嗬，我其實嚟係見，然後佢哋拖個台灣去嘅，咧依家我講有三個大明星大一個，係咪大明星就是即係劉德華、葉子楣、
然後再講咪大三個大喺度對啦，我會記有大喺度字就對啦。一去佢邊咧，有陣時celebrity大，佢哋必須嘅，佢哋芒果嘅。一去佢哋海見嘅時呢，有一個財神爺，一個財神爺，財神爺呢是。因這是還沒提做嘅，你知係咩啊？只是食多食未記啊。然後成個時都愛幫伊頭嘅，成個時幫伊頭是幫伊把刀未記啊。嚇，幫咧愛發達啦，其實幫做咩啊？我就會記。其實你在先嘢唔是假掉，佢哋一粒嘅鐳嘅，佢幫你鐳嘅咩？一手唔是假到一粒嘅鐳。我未記啊，我未記啊，就係講財神爺是向海，然後幫咧嗬，加拉人汽車啦，下咧就做咩啊？我記啊，如果你加拉人翕小影嗬，翕小影嘅時候，為咗翕小影啊，邊啲喺度搬位啊？你知樣什麼？啦，無啦。按照講，我人係面㗎啦，人啲半位都冇叫到 print 啊 ，print 出嚟就係啲係嗰人小白啲 print，我係記者啊，數咧，安尼看咧，別記啊，安尼看咧，我記佢哋食行是伊後來一啲半咧，印落啲咧小影印落啲咧半，為咗就去買一半，我記。對，嚇。好似係100蚊一隻啊！好似係有別記啊，成個市嗰條梯啊！蜘蛛人這邊啊，唔是頭一擺啦，唔是頭一擺去啦，裝這邊擺去過印尼隻行。巴黎哦。啊，巴黎。我去啊，巴黎哦，巴黎。麥丹呢？麥丹擺去哦。麥丹唔得。我係mother教係爸教印尼嘅時，然後你每人去麥丹。啊，當時感覺到未必較老嘅人，跳力多吧就出名。嚇，第時件咧佢是。力多吧唔係去過，力多吧是我麥丹啊，你是背去麥丹啊去力多吧嘅時候。寫時咯，伊人寫是背去麥丹咧去力多吧，我唔知喎，我未曉伊啲啲，我唔捌去過咋，印尼。我唔捌去過。誒，我捌去哦，我唔捌去過印尼。我打算唔捌去印尼本，係咯。我唔捌。巴黎。巴黎爽啊，巴黎。巴黎我其實啦，爽啊。巴黎講下咋？如果去頭一擺去巴黎嘅時啊，去嗰時是你幾歲啊？去嗰時經驗啊咋？哦，我頭首去是 company trip 啊咯。嚇。13歲可能。你去 company trip 是讓 company 去接行，還是去做工？接行嘅。哦。company trip 咯，啊，然後我個一到20去 company trip 就去Phuket咯。哦。啊，去Phuket咯。你頭一擺去巴黎時是經驗是安怎咧？你 experience 去你國家頭一擺入去國嘅時 ，I mean 你去麥丹 ，I mean 去印尼巴黎時。就是咧，老實講，你成日變嚟個我是馬來人嘛，然後做咩伊人嘅人家講話嘅就是唔成個咯，講話，然後嗰有伊人穿衫樣只按日本真正唔成咯，然後呢邊個是拜神嘛，對，因為巴黎是印度嘛，樣是印度嘅，樣唔是樣有穆斯林特別冇正，較濟是穆斯林。咁你靜啊嘛，然後伊人食嗬咧杜白嘅了嘅咯，就是規時嘅有杜白，無講哈拉嚟當講哈拉面嘅啦，伊無伊就是隔了店就是杜白食無講半家就清楚面，然後就是啦，原來有安尼款嘅馬來人特別食杜白，你感覺啦，你看見就 shocking，其實到啲馬來西亞是人隔了是即較濟。90%先嘅事，你是馬來人，你就是會教就是俾識做吧。我對我嚟講是馬來人就是會教啦嘛。出開去我原來世界有樣嘅位。人看起來是馬來人，特別個無，個食杜巴，唔是會教嘅。食杜巴，然後人真正有禮貌咯。然後樣真啊到到2歲，迄個時間啦，巴魯就較輸啊冇啦，因為巴魯樣有
因為有遮我人參入來了嘛。哦。所以遮我人甲無相啦，甲伊人特別正正巴黎大漢的人啦，是真正好誒。伊人真正down to earth啦，就講人真正無不要騙人。只凊彩不要騙人了，有影是甘榜人來。哦，成個甘榜嘅事咪可能成個你樣只。成個當嘅諗其實諗其實細所在是樣就係人對你較好，然後被騙你，被成講讀你對你什麼本可能。一般被講特甲白啦，咪看你無咯。伊有影是真有禮貌咯。類似咁啦，白你特甲抓啦，白你甲因為我一路來本有去嘛，我去迄單了直直有去嘛，我去對來吼，過後就是有bomb咗咋。哦。就是迄年咯，條bomb咯，佢炸咯，我對來唔知無幾個月呢。了布吉咧是我第二道去嘅時候，對來就是蘇南米，嗰時一個月安尼款嘅。哇！我只擔心是講布吉佢看啊，伊看 driver 伊帶我人去，伊看你拖街嘅可能，就是大日節嗬，啲喺海邊嚟擺嚟嗰種。哦，我就是擔心講蘇南米伊有啲迄邊夾。我唔知喎，那個當然。當然我隨會。哦。我到對去，我去，我逐年2-3年，逐年都有去啦。我早2019我甲去咧，所以 COVID 我有通去咧。2019、2018我冇去嘅。這是布吉啦。布吉吹布腰啊。差別遠，但係你講你去曼谷，無你去巴黎時，你頭一擺去巴黎時啦，有安怎impression？ 我頭去巴黎本時上流世界嗰時 company trip 嚟。你小嘅人 company trip？ 少年就是靠 company trip 去伊咧嘛，嗬。哦。乜係之類？就是咯，就是咯。了，本時係咯，差不多上南西講係咯，因為負責落來嘅對印尼這個國家都是想到，因本是 Muslim majority 嘅嘛，一去到原來巴黎嗰邊隔了印度，了有影是話，但了食杜巴嘅了，嗰時巴黎第一出名食嘅嗰時伊嘅巴比古靈。哦，巴比古靈係咩啊？了小都吧，小都。小都。巴比古靈就是。小都，食個叻裝嘅嚇，小都嚟，所以乜惡啦？差不多成叻裝嚟肯掉，叻裝所以變是貴隻都肯，特別是去邦加啦。哦，古靈 rotisserie， 哦，有一下咧布，邦加嗰啲咧。伊搞我人無相是，我人小白配個車啦，嗬。對，伊個配甲定。伊無去賭嘅時候，小白嘅賭嘅時候。I see，OK，所以是。一個出名食嘅巴黎，就是啲烏布嘅 Naughty Nouris 咯 ，Naughty Nouris 同見。烏布是唔是講要在？對，邊個有隻 Naughty Nouris？唔知個點㗎？我正價配，我正價有兩三間啦，特別冚㗎了啦 ，during COVID 嘅時。烏布是唔是在切入面，在烏比嚇？烏布是 Petite 嘅，一邊有隻 villa 嗬，都是啲 Petite 入邊嘅隻。要爽哦！我冇看過 video 呢，我看過 video。你個一個落個去江，呢個條江嘅呢，過到啲烏布入邊。我看喺上面咩 Four Seasons 就是大陸唔知一隻。Four Seasons 是啲什麼呀？迄邊㗎，冇錯。烏布本是烏布裏面 Four Seasons 啲嚇，什麼呀？迄邊㗎？是唔是因為什麼呀？唔是什麼呀？係是啲電巴山嗰邊。OK， 當今我要開個 expand 較大個頭一擺出國是，你去除了咱去新加坡，但係咱講新加坡印尼加上地。能夠去巴黎位去外國時，你 first impression 上嘅經驗是完全無相嘅，是係咪講？你有講下你經驗是完全無相。那頭一道看到落雪啊，還是出去看無相按摩作嘅啊，什麼？落雪是瑞士蘭咯。
我頭手去咯。嚇，你經驗上做講啊？經驗是新鮮嘅事去講，哇綠色哦，一第二節綠色哦，第三節綠色，第四節綠色，綠色。免出去啊，綠色。咪出去啊，因為綠色是不可以嘅。哦，頭是小啦，你成個出去佚佗。綠色啊，衝出去咯。去做紅豆生咯，你。哈哈。去撥來做紅豆生。冇錯。誒，我嚟這邊短嘅股，我唔捌食過 snow 過。我唔捌成日講落食這細時要去食 snow，我唔捌話講小過喎。你今年做？哦 ，try 下今年，我驚垃圾，驚老細。冇掉 the first snow 冇人搭過，冇。那是落食這嚟講，我個家食。對，落這了冇一 fresh snow 嚟食。你可以落啊個 half an hour 咧，是你係一個碗。嚇，แล้วเลยซึ่งกันแล้วลงไปกัน呢個情況。OK。對，你幫往到個口去。因為會跳落去時，嚇你食時啊，嚇你卡插落去，係啊，你講咯。係啊，係咪嘅？都幾驚落去。插落去嘅。你看啦，滾啊！下款你肯插落去。嚇，呢邊是定嘅，呢是啊，喺呢度情氣嘅嘛。你別使嘢你立搭佢啦，搞笨咗佢。acid rain 我驚。But first half an hour 伊人講是會垃圾 ，but 你過啊 half an hour 都是清氣啊喂。你夾屎粒出去啊！你夾你牛奶啊，對，係牛奶 condensed milk，唔係 condensed milk，係你evaporated milk 嚇。嚇，你係試到夾你 syrup，咁你個 syrup 啊，你個 syrup evaporated milk，沙士糖，係你嘅罐頭嘅加工。罐頭係搭子，我個搭子嘅話留頂成都嘅。所以我啲住咗嗰陣時候，有一個老雜婆，伊穿個真正水嘅咗，伊我個穿鏈啦，個真正水嘅咧，伊甲我講話。我唔知伊講係咩嘛，伊唔是講阿毛啦，講咗食久哦，我看到伊，食久伊甲我講係咩，嗰是梅羅，係咩嘅？因所以阿格知啦，伊是甲我討論。哦，嚇！伊是甲我討論，伊成日是唔知我有唔知係咪講我知是講，伊是甲我討論，因為伊講伊愛啉咖啡，伊無鐳啉咖啡，叫我互鐳伊。買一盒咖啡來啉，當時有邊啊人甲我講，你拖街甲我講嘅時陣陣，你伊唔是甲你講阿毛話啦？伊唔是講阿毛話，因為伊講因為有家己話誒嘛，所以有家己話。所以是講咩啊？呢是Dutch，係咯，呢是Dutch，唔是Dutch。Usually，看你啲國際餅咯 ，Switzerland 是 Italian French，and then 個字嚟我未記啊。German 又講 German，有無相嘅家己話本來裝嘅。Austrian Italian French and Austrian 嚟。前嗰陣啊水個，哇！前嗰年水，有時候常常去有啦，早前朋友講人去 London 嘅是咩嘅啦？人嘅大部分就少年前啊，前個水本是咁多討論嘅嘛。哦，我唔知。Paris 本就正嘅嘛，意大利 Paris 本就正。意大利咧，我真正驚是。我真係擔心就是迄個逼迫嘅咯。哦，對咯，逼迫。嚇！我呢邊個真正無安全，所以我唔買，我再去我真驚。你冇釣過啊？我冇釣過，特別一直直有人愛換路嘅咯。伊嗰邊個人，伊唔是意大利來嘅，就是較就是洋邊啊國家嘅人啦，像葡萄牙啦，是唔是？葡萄牙嗰種嘅人啊，西班牙啊。你是所以即是你去意大利時啦，會經驗。你頭一擺去意大利時候，咪感覺咪無相嘅。你講話嘅咧無相喎，伊講話嘅時候，你感覺就成啊成瑞士人嘛，成日你去出國國是未曉講嘅話。是咯，未曉講，你想去啲咁樣，你就俾會，即係來梅人咧，想第二道我去嗬，我就家己去啊嘛，話有拖啊嘛。你就俾吹學生咯，有陣時你有影愛梅嘅。吹啊咩？學生就咩讀冊？學生咯，伊人可能有講阿毛話咯。哦。學生咯，意大利是食是 OK 啦，特別你袂使甲伊討嫌少少，討物件嚇。伊會罵咯，就你講食披薩嗬，
嚇，你解通咧，韓就伊講，我應該冇隻咩？做咩咧？就話照住，我能冇嘅。嚇，你別使解驚唔驚啊？別使有啲邊係咪唔驚？講邊啊？意大利別使啊？哦。啊，有嘢伊人。我就泡我樣嘅唔驚。泡我好似。包鹹店。落地問解土骨油啊，意大利有伊拍嘅。有伊學路嘅是我錯你啊，咁冇？我錯㗎，olive oil，橄欖油。你看你，好啦。你別使解土butter是法國嘅。包鹹店妹妹，你講你細漢嘅時，你頭一擺接飛機時去英國時講啊？嚇，你是唔是頭一擺我坐飛機？我有去加拿大波。我去吉隆坡啦，特別出國乜真快呢？哇！你按學晒路嘅時啦，只看係嗱，伊按。我是 Campbell mushroom soup 仔哦。แล้วคุยก้อนเท้าเนี่ย我是有參加，我是煮好路。係啦，我是有參加。Toast 冇白嚟個。喲，夠險。你關險啦！我講我驚我唔要緊啦。我你自己係換照係你 hot sauce，冇。แล้วโอเคลุย去英國嘅事，係去英國時坐飛機是點樣？坐飛機 OK，because 我甲我嘅cousin去嘛，我嘅cousin對英國。哦，你對，所以我對，特別我對嚟馬來西亞時是我家己坐。有時頭一擺去嘅時嚇，但係都人講嘅物件，佢咧有叫有落雪，頭一擺看到雪，我知道係你 first trip。哦，你飛接得咯啊？你飛 Heathrow 啊？飛去 Heathrow 嚇。OK。即係關達飛機哦，即係關達，佢就係話太好了呀！頭一擺即係關達。關達是講 ice cream 嘅，伊 dessert。哦。伊學 lemon bar ice cream，哇，太好食啦！你可以見過啊，上擺。是哦，哇，梗 ice cream 是成個就是 stick 嘅啦。嚇，特別是 milk。都係 lemon flavour，特別是 milk 嘅 ice cream，creamy 啦，特別啦。哇，梗係好正，你好正咯。哦，係我拖過一支，依個好啊，應該看我見下。你 OK， 你去個英國，頭一擺時你感覺安怎？看到人冇相嘅喎，看起來是自己人㗎了。嚇，英國佢暫時我去嘅時啊，真奇怪嘅。你 expect 個阿摩所在真呀 modern 嘅嘛？佢暫時是自抗。我清你。所以特別會啊，英國啊 still 陰啊，真係 creepy 嘅款嚟就。because 我去嘅時，我去一個月。你想我成個只 city 嘅，嗰啲其實 city 嘅嚇。貴都係咯，都係冇嘅，有會啊。有路呢？你行落啊，伊是用係你金色嘅灰嘅就伊行落去灰，所以只鹽你有往時冇看到人咧，所以伊嘅款我 still 食啊，真呀，當金是冇啦，當金你係只係似伊嘅，即係當金是冇啊，你當金落地係咪貴貴嘅啦？伊貴啊，當金。佢嗰時個 still 陰個 ，even though 伊有係你成個 millennium 嘅物件，係你 London Eye 啦，係你 Millennium Bridge 啊，是 Saint Paul 嘅係你正 modern 嘅嘛。但係你London 都貴古呢，一 building 古，成個 1960s 呢都係正古。特別我感覺是好佚佗啊！我真係暑假伊講係你國家嘅物件，我。去真濟係你 walking tour 啊，係你行落。係歷史㗎啦，伊係啲歷史。然後去講係你成個 Jack the Ripper 嘅 tour 啦，行落啊，係坐落去㗎了，係你 Jack the Ripper 冇殺人嘅會。如果係你就摸到接定條實子，然後都仔啊個陰嘅。嚇，個 creepy 咧。㗎了啊！你去時是零天啦，你講落雪。零天。你幾個月去？暗啊嘛。12個月舊家12個月妹。哦，你都試嘅。我嘅嘅咧個去，哦，你有 still 成個係 Christmas decoration 係咪叫得個？有啦，係 downtown 嘅 area 講係 retail 嘅 area 啦，成 Piccadilly Circus、Trafalgar Square 咪是有安尼物件咯。特別有只係 just outside of that 呢，都貴陰嘅嘛，依款。有我有去一個 walking tour 吧。你去大是大嘅旅客先。
啊，到嗰陣，一厝內邊咪是成個暗嘅，應該可以嘅啦，是嚟 orange 色嘅。對，我同你講，對，我頭一擺出國嘅時，我對 actually 我是嚟美國嘅時，你我出國我是去日本喎，其實講我到底美國嘅時，我來嘅時，我第一杯關係嚇。都是fluorescent，唔是 fluorescent，人馬來西亞嗰是用 fluorescent 嘅開嘅嘛。fluorescent 咧是嗰啲是一定做嗰啲是白色嘅咋。啊，我正嗬，一定做為是，看成個垃圾，想冇咪夠貴呢你啊。暗啊，就係想愛困嘅，就係計暗嘅。當然關係啊，當然關係你warm嘅來啊，你看到你 fluorescent 你個漆白啊，當然。因為佢話對馬來西亞嘅時間了是白灰嘅嘛，白灰一個了真正規成個 daylight 就早起嘅日頭，你可能咪要灰嘅色。特別這邊我當然關係啦，當然白色去我變咗冇關係去。特別點解我來教時我話啥？我就是講，安怎冇夠貴我每一個，安怎房間冇夠貴。即暗咧，你可以 colour 個。因為都只貴滿好啊！因咧看晒垃圾色嘅呢。是哦。對，我冇話你感覺。冇咯。冇關係。食咧，我係關係啦。我咩後面嘅上無上嘅 experience 啊，都食物件無早起唔是可以食福建麵啊嘛，當然要去到啲英國。我到我嗰陣嚟厝啊，我都在做麵，都在伊學古英國誒伊 stove 啊。伊面頂有一個像個 broiler 嘅咋，所以你會使 prepare，let's say 啊，我做 scrambled egg 啊，來點係會，嗰時我係落地落地到係你broiler 會係去倒曬，然後是我係係你 scrambled egg 咯，然後係smoked salmon。哦哇哦 ，smoked salmon 嚇，一特登就去我是食安尼咧，加淋下面 cranberry juice 上面。係你都感覺到哇，我真食啊！真正 Western 咧，係咪？你感覺到你講，你對我嚟講，即係真正冇想嘅咯。Breakfast 啊，我嚟舊時嗬，俾你 fresh milk 啊，係你講我是隻 concept 是隻新嘅 concept。點解我哋馬來西亞食牛奶是泡牛奶粉，泡咗水隻，我隻 milk 佢就是dry，唔是冷嘅都知哦。對，是新嘅物件啦咯，我冇講嚟真正暑假是真正冇暑假嚟，意思 just 普通話我感覺。特別 actually 我想啊，學過嘅時啊，大早起食 small salmon 都看啊，當佢大漢咧時，哇，small salmon 幾貴啊！未等下啲食啊，都講。未冚。誒，如果到 Canada smoked salmon，是啊，誒冇辦法啊 ，OK， 冇辦法。Costco 啊，同埋去買 Costco 去買。แล้วลูกเจ้าแล้วลูกขี่下邊ขี่落古ลูก到英國。一個月。你成個小隻，馬來西亞物件？嚇暫時啊，冇啊，我幫成新嘅物件，要去 explore 新嘅。Just try 新嘅物件，我係叫我去食 Burger King 嘅，佢咱學古嘅時，暫時冇 Burger King 嘅。然後伊人有嘛，然後我有去食 McDonald 啦，安尼物件，就係咧teenager 食嘅。暫時嘅嘢。你去到英國時候，你做第一英國嘅物件係咩？感覺到就哇，這隻英國 classic。我正暑假坐係你 underground。哦，subway。家己行路啊，行路咯，本來咱都冇行路嘅嘛。所以去坐 bus 啦，坐是坐 underground，because 較遠嘛，我看 map 我就會曉去坐啊嘛。所以我正暑假我家己行。first 是我嗰陣坐去行，然後我嗰陣就一陣時先去讀車仔讀咯啊。有時會即一邊點樣佢即坐去啊。有時我叫我就拍對處，我叫我嗰陣教我媽都講，學我家己出去走。有時我一人個行啦，後面冇物件，會曉看咩？會曉看即係都未碰見。哦，所以你嗰陣去讀車時，你家己出去數啊？係，但係阿伯多出咗面嚟嘅咧，我係啦，回來都叫我姐。你如果特別你叫你嗰陣每你 parents 頭攞 permission 去啦，你嗰陣叫講你家己出去時，可能掠去時。係，我嗰陣驚講話 something happen 嚇。係 ，because 一個了我嘛，對冇？所以伊就去 call 拍電話給我媽哦。你媽講 OK 啊？然後我
誒，嗰時嘛講下買下面，你時我直頭教位買得講，如果我嚟緊去，我都 expect 你我借得出來，我呢兩部機嘅時我借得出來，所以我時話買得好，有時我覺得個機啊，哇，冰個咯，爽 actually， 直接爽，直接借，個機去 explore 嗬。有嘢去 explore， 你我有釣佢咋？係你 pocket 啊，唔使講。我個位嗰陣去 Portobello Market， 呢先是拜來是禮拜啦，即係英國人嘅仔地出名，嗰時個羅朗古列啊，你度釣啊，嗰度講，伊是 flea market 嚟 ，so 有嘅是頭睇物件嘅嚟嘅，有嘅是只去 curate 啊，嚇，有七去嗰啲。到嗰邊嘅時啊，我去英國，我特我是電視咗，我特掉嘢有 backpack 嘅咋，所以我拉薩掉人開位 backpack，我冰起啊，我爭了你見啦係超咋，我買棒衣咋，呢回事啊，伊見啦，我別棒我呢就我買棒又係排啦。要落腳，就你我掠掉啦，就你見跪落咋？你係對面你人，就是看了咋嚟，伊應該是伊係你大賊嚟啦，係如果是一人用見來咋？你係我伊後尾伊門走去，如果是伊你要貼咗呢件 wrestle， 伊無見到幫係開位白呢，我爭掉伊啊，伊隻驚。我成日買棒嘢啊，有陣時候我講我掠到去加馬達講咋，有陣時我一隻驚，有陣時後尾是要門 wrestle 位啦，你見走，有陣時除咗馬達是加馬達講，有人講actually 我諗未做幫行，有人再講我諗冇未做幫行，因為是見奶。哦，就這樣。所以有人講你是用見奶。字嘢牌，伊人講係是 gypsy 咯啫 ，gypsy，伊人有隻 bad reputation 嘅，佢伊人佢只係 big rocket 人，所以可能係冇嚟見啦，伊唔敢做。他是見得幾回啦？啥？7-8回呢？哦，你錄個10個回啊？我10個回啊，趕過伊。所以隻隻，因為呢，我看伊目睭佢，我買棒。normally 冇人掠到伊人嘅，佢人只快，四隻嘛，以前才數人。哦，如果快超過掠就係爭掉。掉，maybe 頭一擺互人掠掉啊，喺驚，嗰隻叫我一頭無管啊，一頭龜咯，無看車嗰啲。看伊人，哎喲，最好是嚇死伊唔敢做啊，覺得唔使，冇掠到物件，是講。安尼物件是無好啊，用見仔嚟偷睇物件可以有。這個 clubhouse 係叫咩名？紅海里啊。伊是啊，嗰叫咩啊？哦，千幾老隻啊。嚇，千幾老隻對，千幾老隻。佢嚟講啊，講幫西到啲安身，幫照到啲安身，唔是幫西幫照。唔是，冇青山到啲安身嚟到日本嚟。佢嚟咁講，你有冇聽過？當出頭一擺外國無上國家啦，但係咪聽到保任啲講英國嘅事？我愛講38年嘅，嚟，我愛聽，得落。我有38年嘅愛講，係講聽。我頭先咪是講去瑞士人嚟㗎冇，所以頭首期咧是company trip 嚟嘅本時，所以可伊安排我人去一個。山頂安尼款嘅位，食迄個只舊嘅店來啦。特別坐火車，我愛行一個山路，蝦米貴嘅喎，行到半時個落雪喎。行到去山頂，伊是愛燒去嘅咯，我人。伊就真搖了，伊就倒頂吼，伊砍掉迄個，唔知砍掉闊啦，佢砍掉。我人講唔知蝦物件吼，咱嘛去開迄個磅來頭看咯，特特嚟倒頂。我看到是誒。即個上個 steamboat 啊，可能假嘅喎。佢 steamboat，你是 steamboat 一半嘅菜係白啊咩哦？有菜有白有雞。然後就尾一杯見，一定美國放飯雕喎。然後我唔捌看過飯雕喎，呢個嘛。錯估。飯雕是 cheese 嘛？伊飯雕是 cheese 就。所以我人看到。
安怎食咧？即个起成件，伊火个无大啊，细细火了哦。然后我来煮迄个鸡白咩？啊，未食，哈哈哈。来煮这个鸡白，然后收尾以后我袂等咧吼，我的朋友讲，我插啦，我食了，你直头放鸡白落去咧旁边。咱们那知无解釋個，咱聽咱們會曉。啊，然後迄個人我人吼，行來吼，看到一時都stop 我人嗰走。然後 after 吼，一搖頭走去，咪插我人走。伊講，這班人吼，一搖頭咧，一走去，我講係咪事喎？是唔是別使食成個上面？然後人講，安尼可以你食，安尼食，安怎煮？安怎會食哦？然後硬硬吐哦，然後所尾甲再過來吼，即個了有一間甲有老經驗的啦，個安哥行來，喂，唔是肯食誒，即個是點甲落地誒。你聽咱們那知吼，伊無講，你是對團，你無講解釋個攏聽咩？啊，你時間咪你先無放丟至到可能行嘛？然後嚇，喺你講無解釋，安怎你拖落去人無解釋嘅咩？啊，無解釋本，因為說濟人迄時往時，幾若頂把少咗。哦，可能保險嘅公司是真有大嘅嘛，你伊唔知做咩來啊？所以個就係講，阿妹伊家是學 hotpot，意思講伊都食啦防丟性，係 starter。你我媽仔攞啲隨時咱有 steamboat 誒，笑咩？你都笑掉㗎冇？媽都笑掉啲即個。迄家掛國嗬，學到食 steamboat，對，上班阿妹嗬，伊個夾 steamboat 出來喎，伊是放便便，迄個 steamboat 嘅料，伊冚料，你放掉放啲頂邊，你放掉加落地，安尼講愛往 starter 時食，特別伊袂叫往食，你話等個食以後我袂等了，冇個人講啦，我食水啊，我而家會有食水。我。咱是寫水啦，大家白，但係有影都唔知啦，講到安怎？當今啊，當今無想當今世界都 YouTube 啊，咪只是嘅看到這 information before 你去搞啊，你應該是知講人做係咩啊？頂頭時都安怎去找呢 information 都冇嘅。是咯，冇點解冊本愛買冊本行講啊？對，你就俾 travel guide 係咪個會跟你講？啊 ，travel guide 都佢哋時間可能來買啊你 planet。係咪 planet 咪佢有 Lonely Planet 啊 Lonely Planet 呢啊嚇都冇字冊本啊，可能 Lonely Planet 有了，都冇字冊啊，有冊咩冇冇字 choice 啊。但我寫所有啲事啊，寫所有。但係人學路係食了嘅 ，normally。冇食啊，所以而家就講係冇食嘅啦，特別啊，不要緊哦，呢邊夾白餐有幾次嗌啊。冇人嘅了是伊付嘅了，肯定尋你得嘅呀，伊嘅了冇夾出來啊，關閉了。咪嚟滯好笑。誒我本未阿岑勒沙看咯，阿岑勒沙你頭一擺出國時，你是嚟 Canada 讀冊啊是？啊，是咯，嚟讀冊。你嚟教時，你安怎世界咪是安怎冇上去？你安怎你頭一擺嚟國？我想講我啲飛機I see 啊是 ，because 我 allergic to 小飛機嘛，所以規個飛機啊，古早是會使小飛機嘛，我袂穿開咯。然後迄個我教你 stewardess 講我袂穿開，然後伊夾迄個 paper towel 下水，伊叫我下水我邊啊。Oh my god！然後舊家黃尾伊人特別甜油，我過幾個我用借 British Airways。然後黃尾甜油嘅時，然後我徛到佢哋門一邊穿開 ，and then 甜油佢了，然後我就去 Heathrow，然後我心裡想我買去飛機啊，我想講別死了，特別我唔要拍電話對處 ，because 嗰了物件古早啦1980，物件嗰了世界就無相嘛，然後我啲個無學我 British pound 咗 ，because 伊想講我是換飛機啊嘛，所以學我 US 嘅鐳，肯定我 British pounds，然後我唔曉，แล้ว冇辦法咯。ก็ใจขี้ป่วยกี่ก็ใจตามันแล้วเก่าก็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สิว่ากับไว้จีก็ไปเสียลูแต่พี่ลูกสิกับกี่จัง travel สิกับลูกสิ travel บ่ว่าลังสิญี่ปุ่นทัชเชอร์ลังกันแล้วแบบกันแล้วหักเซ็ง像啲 Toronto private school เลยอ่ะอีหลังกุยเก่งมาลูกสิกุย回ลูก嚟สิ10個去咯10個去哦哇 OK
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มาสิขี่แล้วเจียนหลายแล้วเก่าแล้วสิอีตัวแห่จะเลยไปมาแล้วลูกมาสิขี่ลุยขวานลุยอดตั้งเสียต่อจะเลยลูกมาขี่ต่อจะเลยลูกแล้วมาสิอันนี้ว่าลูกชัวลูกขี่โฮเทลอันนี้เนี่ยลูกแล้วลูกเบลิงซามีลูกหลายสิกุยกุยว่าหลายสิจูนโอเคซัมเมอร์โอเคจูน4โอ้ว้าวจูน4แล้วลูกอดตั้งหลังตันเดี๋ยวรู้ว่าล่ะแกไซน์ให้มีguidance counselor ตัวเป็นตั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ชัวว่าหลังขี่ Ramada Inn โอ้ขี่ Ramada Inn ว่ากุยกี่and then ว่าจี嚟看ว่าโอ้你จี經到啲 Canada 嚇อีทัก U of T อีตัว University of Toronto แล้วว่าไก่กงอี每款去食物件我講我食台我買แล้วอี去買伊講伊去買物件我食啦我心裡想 maybe 食差半啦還沒幾啦伊買 Mr. Submarine 好啊哦一個是 sandwich Subway sandwich 哦伊是12 inch 我過幾個哦 foot long 我睇看到迄個物件我吞袂落你甲我講伊講你來 Canada 呀你特別學食你知道你幾歲我知道我4歲幾 almost 5歲OK แล้วว่าจิตเท่า depressed ว่าสิ่งนี้สิ哎呦ว่าตัดลูกเกี่ยวว่าตัดจิตจ้ะ sandwich ว่ามันน่ะอีกเขาก็สิอันนี้คนเนี่ยลูกไหลจิเป็นอ่ะลูกสิจะไปจัด sandwich เลยแล้วว่าแต่แล้วอีกก็ว่าก็โอเคลูกเกี่ยวเอาแมทเองมาลูกจะเลยแมท所以มาเกี่ยวลอกเกี่ยวที่Chinatown ว่าก็กี่ก็ Spadina ว่าเกี่ยวที่ Spadina แล้วว่าที่เบ้เลยกงใจหมิ่นเลยแพ็คเลยแมกี้มี่อ่ะมันถอดเปล่าอ่ะอย่างกังนี่ล่ะกูจ้างแล้วสิอย่างกังมา我嘛是買將一包，然後特日食湯麵。你發講個好生類。然後上個亂講，我別關事咯，阿妹你開啊，揾食啊。哎呦，แล้วรู้ใจละรู้ใจไลฟ์สิ1980ก็ wallpaper ไอ้ก็ที่เป็นไงชูกันแล้วก็ wallpaper ก็ตั้งสิกันแล้วเลยโอ้ไม่ขาวคักอ่ะหินหินนะจังหิน because ลังควันสิแปะเปียไอ้มาแปะกุยกันแล้วแปะแล้วตอนก็ลัง出來個藤啊คุ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แต่เลยปังเก่งกันแล้วก็บ่เสียงเลย wallpaper 哎呦เลย wallpaper 哎呦這樣講啊喂嗰陣你全部寫呢冇 wallpaper อันนี้อย่างก็เลยก็จะ busy 啊จะ busy จะ學習啊呢係就是嘅แล้ว個夾得個咧我去學等貴妹啊你係 landlady wallpaper 是係咪แล้ว貴講嘅是怪是臭嘅是 like กะ係咪กันแล้ว我諗貴講啊แล้วอี食嚇我諗個被接少嚟食嘛 because 喺 Malaysia 係食嘅啦是 pastel 嚟嘛淺啊冇人當食嘅แล้ว嚟這邊嘅時有陣時你嘅水房間嘅時伊個是你1970是 decor 啊你 avocado 嚟食啊 yellow 啊你想呀真係阿妹我就激死咗咯 because 我是感覺阿妹真 oppressive哦即係 depressing 嘅呢感覺就是哎呦就鬱住呢แล้ว我一頭去買你一趴花是 fluorescent 嘅你你睇你 dash lamp 對但一細條嘅嚇嘢咧一條我去買我過去我去 honest ads 我去買一條白色嘅我甲我姊講我要買3-4趴 because 我未得閒伊個我講未使咁 short 你電去你令你啲趕路哦，即係你個水厝大啦，你我水房間，你嚟搞呢是你咪是哇，咪就搞做 shop 咯，是搞做 shop，and then 嗰時行路仔啦，上個亂講咯，就冇 internet 冇行，and 我梗係講咗就，我看到佢哋人啊 ，China 當時等人啦，未曉講等人話喎，但係曉講阿莫話 ，because 伊人是一邊大漢嘅嘛，所以伊人未曉講。伊人未曉講等人話了，伊媽伊人啊，該講功夫話，伊人會曉聽，但係伊人未曉講。表演表演，所以想安巴斯加灣嘅話，我係 landlady 是香港嘅老人嚟嘛，伊家伊順講功夫話，伊順答伊阿莫話，แล้ว我比較我 landlady 講，我比較講功夫話。แล้วว่ากับอีซุนก้องว่าอี translate ของอี grandmother 聽哦哇我就是會講咯 language 安怎嚇是哦แล้วว่าโอ้功夫話咯 because 伊人比較聽阿莫話我比較講功夫話所以真坎坷咯就壓雜啊
你最按照是无人講福建話咯？無啦，我只個我講福建話了，我只個我講袂使講福建話了。Because 伊講真正 rude，若是你講話人袂曉聽 ，it's a very rude。Because we assimilate to assimilate。แล้ว咱到 Malaysia 咱關係咱牽手嘅嘛，我嘅路啦，係咪講為只牽手？แล้ว我只講唔係互我牽伊手，伊驚講我人講伊是 lesbian。你過嘅路我講唔敢過，你知哦，看到你聽嘅了。你我牽伊手，伊講我牽伊手。你我講唔會啊，做你使牽 David 嘅手 ，David 係 boyfriend 嘛。伊講。伊甲我講袂使牽手，特別伊無甲我講。係咪數 ？lesbian 嚇。我唔知講 same sex，我哋咪講。我完全唔捌聽過 gay， 唔捌聽過 lesbian 嘛。你甲我講，我哋咪講是，我心之上，我唔知你甲我講係咪？你未講標，你未想未通。對，所以真坎坷咯。我感覺 like 我係世界啊 ，suddenly 啊，哇，變完全變個了啊！我特別我心之上咯，我安怎 adjust 咯，了我只點點叫我做呢，了我感覺伊教我物件個了啊，袂啱我咯就係。哦。所以我講講，你免教我咧，人是無相嘛，所以我特別家己 adjust。你學你家己。你免叫我做。because 伊直直甲我講，袂使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安尼。我真坎坷，我甲講，別怪你是 black sheep 啦，你免教我啦，你互我家己去做物件袂使啊。所以我嘛是講家己慢慢學。哦。我去看人啦，我就是。你家己會 figure out 你家己嘅話啦，因為 try to advise 你，特別是 clash 緊你家己嘅。because 嗰了人嘅 personality 無相嘛。對。你叫人。I approach 人to be 安怎，我做袂到。安怎下所以假如 give me one， 好我即譬如講你要做一項物件，伊假如你想袂到啥，講我個一 example 啊。For example，伊規隻愛叫我學些按摩呢款。like 唔會你 assimilate 啦。人特別assimilate，特別我是感覺我唔是按摩。So I have to 我就會喺我皮裏邊啊，正實是。I have to be in my own skin。我唔是按摩嘛，所以 like 你叫我想出去嘅時啊，按摩做下面，我特別做下面啊， so I won't stick out like a sore thumb， 我做袂到。哦，你是 against 個嘅 nature 就對你做袂到。哦。所以我了，伊講，若是講你無做上加一邊嘅人嘅人看你啊，像你是妖怪嘛。了 OK， 我嘛是去找你人，唔是安尼款。看人是妖怪，人會看你，哦，你真奇怪。แล้ว人問你做咩事安尼？แล้ว我嘛甲人講 ，because 我都唔做清大漢。我唔是這邊，我屬甲食這個，我無屬甲食迄個。所以嘛是慢慢安款。then 我再講 ，OK， 伊嘅朋友是伊嘅朋友嘅款，我找我家己朋友嘅款。then 我看了我嘛甲伊講，唔是甲了按摩是安尼款嘅人，真一項款無相款嘅按摩。你講你只姊妹嘛？你4個啊？你幾姊妹？我有4個仔某。4個仔某，แล้ว你第2啊？我第3。第3 OK。แล้ว你個你幾姊就喺 Canada？ 你其實一個姊在 Canada 嘅。我有一個姊在 Canada。哦，大姊嘅是第2嘅。第2嘅，所以我姊朋友甲我姊甲我款無相 ，because 我姊啊，伊是。English literature 嘛，伊是 you know Shakespeare 係咪個了？所以伊嘅朋友個了啊，是安尼款嘅朋友嘛。你 poetry 啊，你 group 啊，所以你話冇咩嘅參啊。對，所以伊 introduce 我伊嘅 friend 個了，我就袂 like 袂溝通。所以我嘅 friend 個了嘛是成個我奇奇怪怪咯。成個變得好見。哦，哇！你做古你會成日講，你成日講話袂對嘅可能成日搞做 short 是，無啊，你唔係成日袂對啊。Because to me 啊，我是 actually 你真正買到馬來西亞好啫。無我 because 我到馬來西亞啊，我還哪袂用。
哦，我一落來我還那邊用 ，so that's why 我特別出國。แล้ว我จะ來這邊啦，時候我จะ叫我知咪，我解講你咪關我對嘅，你咪關我就叫我啦。呢隻咪關我咧，我幫聲啦，我就講爽啦。哦，我明白呀，一邊就被 advise 你，一邊就 restrict 你自己嘅 growth 去，一邊就被自己被大漢起來，是啦，是這邊你教我正，我哋冇啱教啊，所以一直學幫聲咯就 OK 啊，你自己 figure out。講話特別食安尼嘅，那是我去一個 restaurant，我 order 係咪我 order 係咪物件嘛？我總係特別 order like what is appropriate。哦，你特別食個哈，特別 proper，你別做之類，特別做係。我係講 proper，係講 proper。So OK，for example，你去一個 restaurant 啊，一個講別使用手，我梗係使用 fork and knife 啦。你會心裡想，把有類物件，你是白，你食 pizza 你白，你食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你白，所以一個講你別使 order。你若是講白要食 pizza with fork and knife, you should not order pizza in a restaurant. You can say to choose. 哦，因為只冇像噶，你 personality 冇像完全。有，แล้ว我有時我愛做咩，我就做咩，你插話呢只。แล้ว我過幾個，我介紹咩？我去 KFC， 我過幾個去 KFC Eaton Center 嚇 Eaton Center 係隻阿摩嘅位。So 我咪食 KFC 咯，一個我講我梗係識用。頭強嘅車馬啦，你知好你食用嚟 plastic 嘅，我看到別個阿嬤用手嘛，我話用手啊做一個起行，我講嗱，你看別個阿嬤嘛是安尼款，一個做咩咯？一個講安尼款 from then on，你別使喺嗰邊食 KFC 啊，你食鬼我咪搞你去啊！哇！tapi so lu bo miss Malaysia lah. Lu si once you figure out lu 就 OK 啦。我就真爽啊！我真爽。and sampai sama 時，sama 時我爹教我主角教我人講，伊無類好人攞人白白對 Malaysia holiday 嘛，比較sama 嘛。伊講伊個係使學一個人對嘅啦，你冇我知嘛對哦。我無對我本真爽。撩特特節撩，其實乜嘢啊？其實乜嘢？我知無掂嘛，我酷加爽個。特特節撩，這10位2點，自己對嚟本唔要緊，迄時我冇10落去啦。無錯，我知唔知啊？我幫聲。超味啊，超味啲。我冇收風你嘛？我係做，我知係我係拍電話做。即係你記得咯，按照我記住10點咯，我冇搞住，我冇插啦。แล้วอีกไปต่อ我爹聽講，我真夠料。你就要做大子，就要做自己，就要管你啦，要教你睇啦，discipline 你呢。แล้วอีกไป叫我去一個阿嬤嘅 private school， 好彩我冇去。哦。because 伊講我學堂上濟迄種。當然，伊人個咧不要講阿嬤話，我未進步。哦，I see。而家你只是你只只外國，我捌到一邊人尤其是伊 first generation 啊，所以係一輩朋友嘅 parents 啊，伊人想啊買好伊嘅囝接觸到別個foreigner 別個外國嘅人，還是 immigrant，because 伊感覺就講你特別對，你要到這邊大，所以你特別對咯，佢特別 assimilate 㗎啦，做上個路，甚至 to the point of where 伊上個 lose 自己 identity 去淡薄就，你 assimilate to the point of 你冇你 heritage 㗎啦 detach 去，然後有一個咧少年嘅人當經過上個邊對 reconnect 對佢一樣嘅 roots 啊。Because 我知是他阿嬤請嘛。伊表我係知表同人話嘅，當叫我係知學嘅，我本冇面曉講咯就。叮當到廚師講啦。嚇，แล้วอีก伊 boyfriend ก็แล้ว就講阿嬤話 ，because 伊人ก็แล้วที่อุดตังบัดอยู่嘛。so แล้ว伊朋友ก็แล้ว是 like English， แล้วที่เป็นจังเจ無上國家嘅人嘛。แต่有 Romanian 啦，有 German 啦，有哈咪ก็แล้ว嘛。so 我就是suka 去บัด無上嘅人咯。แล้ว是就是我就是อันนี้คนแต่ส่วนว่าจะสุข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ะ because ว่าจะไล่สิว่าโอ้ยมีแกงกันแล้วตัวเองว่าตัวเอง observe ความหลังอันจบ
แล้วน่ะสิ講未曉時嘛去問人咯，係咪是安尼？但係我就係講問人物件 ，because 冇別 ，because 古早冇 internet 誒，嚇冇通看 YouTube，冇物件誒，所以你去買物件，你本就要問人啊。แล้ว你去買內面衫，對，我過去個買內面衫 travel size。哦。because 人哋細隻嘛。哦。有，人哋細隻，所以แล้ว你買衫 travel 衫 ，because 我來時啊，我冇夾10幾磅嘅嘛。哦。แล้ว古早係冇 petite size 咗。你就俾佢找，你俾佢哪 section 俾啊？俾 ，because 你有領嘛，แล้ว就那 T-shirt 個แล้ว有一個紅光啊，你俾，我就俾佢那，我當佢有談時碰俾佢那，他放佢個冇 tax。哦，你食咧？你食啦咋？你到底即係 Canada 了，你食物件？特別 Canada 有食幾多人食嘛？有，特別人無鐳嘛 ，because 你食嗰邊真貴。所以嘛是特別食喂，到時我公仔麵嚇，對咯，公仔麵了買魚丸啦，了蝦白啦，蝦菜，蝦雞腿，蝦雞舌。แล้วว่าlandlord กะว่าจูแต่เป็นว่าปุ่นตัวว่าไม่อกอีสิถึงนังไงว่าคุยกี่ก็ว่า landlord เสร็จถึงนังไงอีจะหำซับว่าจะกี่ไงอีจะหำซับที่ลังก้องสุกะว่าจะกี่ที่ลังก้องอีสุกะว่าจะกี่แล้วว่าจีlike ว่าตัวอีช่วยวิละจีเลย semester เนี่ยว่าคว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จะกี่แล้วว่า呀，我去找別個房間，我只件，呀。幾？呀，but 當今我較大漢了 ，I knew that he was coming on to me 啦。哦，特別我唔知嘛。你是 feel 到 creepy 呢？Yeah, we felt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e felt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because although what sexually I was very immature 啦，but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你在 sense ，yeah, sense this is improper，呀。安尼咯。我即係毛毛菇嗰啲啊，毛毛菇困起未 ？Clubhouse， 喂，講啊，嚟，你會使，我見講你困起 ，OK， 嚟你講，差別分。喂，講，因為 before 我有 passport， 我都是做 border pass 入仔嘅嘛，所以我頭一擺正做 passport 就會去出國咧，實在我是去越南。記得咯，我是去越南。哦，越南。越南。所以咧，我怎會去越南咧 ？actually 是做工，是 work trip 嚟嘅。所以唔是去食飯嘅。特別咧，我這 work trip 咧是本身真正 interesting 嘅，因為做咩咧？因為這都是我頭一份工嘅事。所以我頭一份工我是做乜嘢咧？我嘅公司咧，我是做 clerical job 啊啦。然後你公司咧 ，actually 是foreign worker 嘅 agency 嚟嘅。所以我出國咧，就是我頭家愛帶 employer 去伊邊見工人，所以伊就叫埋我去咯。特別咧講真啊嚇，講人去見工人咧，嗰個物件咧，人是做半日一個早起嚟啦。講正咧，這出咧是 more of 去 entertain client 嚟啦。我感覺。因為咧 ，most of the trip，majority of the trip 咧，都是去食、去sightseeing。哦，熟我了。特別你講你 entertain client 是你 client 是到啲越南嘅 client，還是到啲 Malaysia 出去嘅？冇 ，Malaysia 嘅 client，Malaysia 出去嘅。OK。因為是 Malaysia employer，我請 foreign worker 嘛，所以人愛請 Vietnamese foreign worker，人做工地這邊嘛。特別咧。我感覺人哋 look forward 嗬，我感覺即係 client 啊，就是即係 employer 哋 look forward 嘅 session 咧 ，actually 咧，就是阿妹去卡拉 OK， 媽媽想帶查某入來，然後學人數零，咁嗬，我23歲嗬，我就已經看來，講uncle entertainment 去卡拉 OK。我馬上帶查某入來，經查某人哋邊超過數零攬來攬去之類。數零，我一人坐啲邊伊邊食啲啊。有影是真食啲邊數零嘅。因為我啲坐啲邊食物件。哇！
你家己安怎你 OK 啊？你無rasa講成 uncomfortable 咩？你家己無插啊？你家己做你家己。無插做工啊！我fascinating 嘛，我睇看 live 啊，喺裏面啊，你就係時哇，反正我做正反正我唔是看電視機喎，反正我做正反正我。哇！你話會就冇有時。有啥物？有查某啥物？看樣皮膚。真水。誒，查某個了真水嘅真。皮膚骨骨白白骨骨粉粉話樣有誒話一人攬落嚟啊，數來數 left 了數 right 咁。做東西嘛，係。哦，哇！所以真 interesting 咯。上家除了去阿美卡拉 OK 之時，我都有去食物件。去 sightseeing 食物件本食好誒，因為 entertain 嘛 ，entertain client 嘛。了一個 portion 是我係頭家，我嘅 agency 伊愛 entertain 伊嘅 client 就是 the Malaysian employer。了個一個 part 咧，就是the Vietnamese 嘅 counterpart，就是 Vietnamese 嘅一邊公司 provide 一個foreign worker 嘅，伊又愛 entertain 我人，所以伊又顧請我食好料嘅，咁了。食了是食好料嘅，了個有去 sightseeing 嘅，就有去 Halong Bay 啊，坐船出去啊，咁樣物件咁樣。哇！你冇事，安怎小路個攤去？你那邊就要做咩工？你是講要請工人是？請工人是你就要做 paperwork 嘅款啊？嚇！你講你做 clerical？講真，我去邊嗬，免做真濟物件，都是一個早起。但去請工人嘅時，我驚嗰個工人嘅樣嘅擺有點打呢，我驚條查呢。所以講真嗬，老實講，我唔知做咩，我頭家會叫我參樣嘅地區對嘅。老實講，你 expose 書好咯 ，expose 塊嘢。哦，有呀，前年見到啥？你到底馬來西亞是做工咧？馬來西亞是做工就較濟啊？我是。係啦，啲 office 做一種 clerical paperwork，佢了做一個sort 一個樣嘅工人嘅 paperwork 啊，一套去Malaysia 一個政府嘅 permit 係咪佢了做一種 paperwork 佢了咯？未怪啦，未怪，所以你是成個我們成個以 HR 或 employment 嘅 department，所以你特別去合併，未必會頭你知講要請到人啥物啊，對來你較用做事嘅很。再講你就被請去做嘅咩？去看一邊 counterpart，一邊我去到到一邊 counterpart，個 Vietnamese counterpart 樣 arrange 去看樣安排伊個工人來了後，個 employer 經嘅款咯。你去越南嘅時，你去到嘅時，你感覺係咪嘅無像，還是差唔多像？我可能是計落，可能差唔多像嘅人，馬來西亞邊嚟嘅。我講清楚就 traffic 咯，頭先條菜見到就是伊個 traffic 咯，因為我去。頭先去是去漢內嘛，了伊個 traffic 真正亂咧嘛，越南漢內個 traffic 真正亂咧嘛，一看來看去看袂停咯。伊開車上邊嘅人啊？我唔知，我看到伊 traffic 我就 traumatise 了啊。哦，真亂得雜。一規嘅來車嗬，come from 咖喱 direction 都係來。你看，佢嘅老師看條件，你話呀，特別好，樣都是樣真正 organize 樣 organize chaos， even 都成個 all direction 來，你看別停，特別無人弄最嘅一車，就是成個一看數來數去，一看就是一看，唔要講啊。樣未弄到，因為樣行嘅 speed 真正慢。哦，特別樣就是 come from all direction。哇！一規嘅路就是食咧，你好食啊！人你去越南嘅時食是係咩物件冇想？食粉咯，食伊粉真好食，了解因為 Vietnamese drip coffee 咯。But then also 個一個物件，我 traumatise 就是我看到樣在條件，一個人是 for 什麼都擺呀 ？for food 嘅，因為越南人有食狗食貓嘅嘛。哦。Vietnamese 有食狗食貓。都係，樣行路邊有白你做，所以你會看到成樣滑一定摩托，啊尾有一個人，隔到那邊是狗。哎呦，樣嘢嚟。你嚇，我本是 traumatise。哦，係啦，啊嚇掉啫。
你去成個講，把你個係咪把你國出國時係咪無相嘅經驗，成個真正無相加你嘅到底馬來西亞 experience 係咪講？巴黎啊，巴黎我都actually 無講真正。有講有蝦米真正significant，因為當今真正濟嗬，咱袂出國，咱都看真濟 travel 嘅 TV program 蝦米啊，所以咱都蝦米哇，咱都袂講去到甲真正 culture shock 啊，反正係嘛，我啦，因為我愛去我啦，我 travel 嘅pattern 就是我 before travel 我特別愛做功課嘅，我特別愛 research 搞，所以我都已經我已經expect 真濟物件咧，所以去到時我袂講真正，我覺得 shock 咁樣啦，so far。except 這個越南嘅 trip 咯，as in 因為迄時我個食少年嘛，23、24歲了嘛，迄時了個睇看迄物件。超語文，我未聽怎麼即係 clubhouse 裡面是有 chat room 講。有人講特別，若是巴島是人未起來講，人出國啊是去到即個外國。等我未講一個，我感覺到我去感覺到真無相啦。我本身啊出國，因為我去上地去新加坡，老實講，伊有物件無相，特別人個了差唔多相，就個了個看到個人成款成個相面嘅咧，所以我都無拉沙，有蝦米無相。我看變做去到日本嘅時，我都感覺到真無相。我頭一擺去日本是1992年尾，93年年頭。然後我感覺到去到時，伊個人無相啥物啊？伊個物件個啦成個真正 organize 咯，成個伊個排隊啊，去火車咩啊，個了真正 organize 即係領禮就對啦，物件個了。我去東京啦。你去嘅是東京嘛？咁無？我去東京，所以物件大家都無相咯。物件即係領禮了 ，system 個了 ，even though 伊物件舊，我看到即係真物件舊，特別嗬，伊個物件個了即係領禮。OK， 我講一個 example 就是我人到底我去是12月25號嚇 ，Christmas 是我去日本，然後我就去 Disneyland， 去到 Disneyland 過咗時往到新正，樣是1月1號時啊，我咪去。1月1號是樣嘅個 Palace 啊，伊開伊昂個日本昂開 Palace 是有人個咧去手啊，伊昂出來，唔知幾點鐘一到，你個咧手，然後嘛，所以我是要去東京島嘅，知哦，特別我未有去，我係 cousin 那邊讀冊，因為未有去啊，亂叫，看，這人排隊，我咪排隊咯，排咗行就去 Palace。這裡是最 Asian 嘅 story ever。看到人排隊咩？對調排隊哦。對，我對人排隊之後行，人去大陸下，等陣時係咪會哦 balance 曬？然後我看到伊昂個了出來呢，講超。然後個 unique 本來 experience，然之後去到佢大我係去到 balance 個伊昂超，看到伊成日一出來 balcony 有玻璃拆掉啦。然後我們現在排隊行，但係個半路一人一支嘅咧，日本國旗啊，然後你行掉下，你個有一次阿咪家真無相咯。國旗我去過一個，我去過拄過到是台灣伊人選舉，伊人愛選舉了誒，然後伊人嘛是有出來 parade 嘅，迄個愛選嘅人啊，樣愛選總統嘛咧了哇真正好看嘅喎，樣嘅 parade。安怎？即係你頭一擺去係咩？頭一擺去台灣嘅事啊？無唔是，迄個是頭一擺去。我呢間是去，迄個時是去是拄着伊人過一禮拜選舉了嘅。選舉點是啊？咧伊嘛就出來做宣傳，所以係咪安怎宣傳安嗰年嘅？對。有影嗬，因為羅里樣是伊人個了是，你說 OK，跟住是一看呢 supporter，羅里也唔會下咧 supporter 咧嗬，就是支持伊個人，就是直直行啲咧羅位直直行咯。
樣就是行啲路位幾百，會使講是幾十萬人嘅你款行嘅喎。哦，對咗，阿妹生啊生生。啊生啊下咁。啊，你看你咯，你對得喺路裡哦，你行，了樣會去到迄個，上加我人講嘅，上加達人冇得講，可能。啊，你會去浸迄個塗骹嘅樣。哦。啊，你看你成講我迄個。唔是迄個人尖啦，是迄個選舉嘅人啦。被掉選嘅人。愛做 president 嘅總統啊，掉選嘅人啊，要去尖塗骹嘅喎，佢若肯白尖嘅。了不要緊，佢有吼，樣有表演嘅哦，樣會落嚟啊，有迄種查某是穿迄種比基尼啊面啊，了跳 pole dance。我跳比基尼啊，跳 pole dance。呀，哦對。啊。伊這是要招人出來看 entertain。哦，南西是唔是台灣？是唔是台灣？台灣咯，美國㗎，台灣咯。台灣咯啊！我講過台灣嘅拍電影，即係看 entertainment 嘅。伊人嘅小拍咗，伊人啊，嘅8年小拍啦，紅灰官啊，伊人嘅小拍。點啊？咩哈？少啲。奇怪，就我哋。like 20th century 係中意你係小日超啊打波小槍誒你講起啊實垃圾做戲你係做戲你係樣做戲你係唔是樣做戲冇樣做戲本你係你做可能看我坐的士嘅時候你的士㗎啦就了解這種嘢嘛樣就講politics嘅嘛你的士跟我講我真係這是做戲嘅伊人真甲拍咧嗬，掂夠伊掂到頂我有看到本，特別出來時啊，落緊時好朋友出去啉茶。哦，特別有咧 ，actually 比較嘛是比較真濟，有咧是真當今較少啦，頂到當今樣成啊一無上八啲嘛是拍較亂，特別樣是 consider as 一隻都是個力嘅嘛，所以係出去是懶產品做隻樣無上八啲咁嘅。OK，對啊嚇，樣你講是講冇 specify 啊。你public prosecutor 㗎，你 defenders，伊人會去到 courtroom 上面，特別嗰陣時好朋友 ，but that is law。特別你是用手證嚟證曉，就變教演變到頂嘅。誒，我看點啊？有一間死過啊，啲內邊變個拍死戲嘛，有一間。我記得點啊？發生過。南西你教我講哦，你頭先你講嘅時，你講你講你個唔是 ball dancer 咩特別是，我有一時候我到啲日本嘅時，我19歲嘅時我其實就8歲較嘅，不夠19歲嘅。我等住 SPM result 時，然後我就去到日本嘅時，一樣我嘅cousin就講，你看到人搬 tissue 咧，你就俾佢夾，因為我燒 tissue 不用我明白嘛。so 伊講特別tissue 後尾咧。打波，伊講你打波，你教我夾較濟，你樣只濟咧打波是後尾就你咪 sex 誒，推查波誒，你廣告到啲後尾，伊講學打波較濟，所以就叫我計夾，所以我特別夾了隻 plastic bag 上 shopping 咧，我就夾伊，你我就下住佢 bag，我燒咗濟，你就唔知30-40包，我特別燒，啲燒，伊夾了是迄個。有咧就無清晒啊，雜波啊，咪咧叫你拍電話，咪物件啊，是去到隻 address 看咪，係咪 XXX 嘅 show 係咪你看咧咯？所以我就唔去教我 cousin 燒嘅，因為我樣半打波較濟，所以叫我去教，所以佢燒就夾落啦，梗係夾攞包，那燒佢係30幾包啊燒，真係趣味嘅。安尼 OK 啊。我以後錄一個 像錄去 Vegas 嘅，我甲阿莫包攞人。哈，對。而家借力㗎。哈，對，你就因為有 Vegas 就做呢，一做一聲噻，一做一個 flip 咧，我要學錄嚟㗎。哈，對。要我看住燒乜嘢？日本嘅哦，一學錄一 tissue paper 後尾有迄個廣告。哦。所以你個攤用，冇你買夾，人買夾嘛夾呢？對，就是咯，我就是講我嚟了我點先 ，because 頭我想講是 maybe 一個夾了20% off 嘅 restaurant 啊，我就看嗰啲是 cat houses 啦，對，嗰了對你bordello 啦，你 brothel 你咪見嗰了，所以阿毛爸講唔要緊，伊講你看你人，伊唔是學嗰了人嘅，伊講 OK，伊學人就睇，伊無學人咪睇，แล้ว對埋學到是比賽看住而家嘅字。
冇情官鬧直起來啊！情官鬧直，你會教我講？哎呦，阿裝我嚇，你會教我講你去？我聽住你講緊日本，講緊你喪，嚇，來講話你誒。你就冇啦，我哋頭一擺去，我頭一擺去日本，我頭擺去日本，唔是，我頭擺去日本都是就一個就幾個，你諗咪拎去咯。所以我頭一擺去嘅時，你就係我唔知馬來亞人唔捌偷更更啊，反正對，唔捌無情衫去 public 嘅。我頭一擺時，exactly，然後我朋友個坐我去，我叫人看了。對方嗬，看了偷更更，我睇睇。我本做過，這種有我本做過。onsen 嘅搞 tradition 無相嚇。咱個拉薩，我媽朋友是講日本啊有禮無體，就是講一隻有件禮，特別無穿衫面個別樣無插，所以有禮無體。係咪是體啊？身體體咯。體什麼意思？身體咯，媒身體啊，有理媒體，身體有理無體。你有安怎？係你安怎你講嘛？嚇，你大隻安怎你偷鬼啊？偷鬼我看了我朋友，嗰就一時10幾年前啊，看了我朋友時，哦嘛，即係講你小王可能靠咗看了對方啊，可能攞啲大波，我看了 ，Oh my God！ 哈哈。你條 shot 啊 ，so shy。你個頭咩頭嘅時，你就哎呦死人咗呢，歹勢。你有冇插？你日有攞啲超人看咯，吸掉。食了，你把嘴你個冚了，你入嘴時你個頭咯，就是。哦。因為袂使有毛巾呢，你即個好是，伊好你一個正洗掉嘅毛巾。洗掉然後頭了。洗掉。喺呢邊啊，冇毛巾清嘅。好你喺邊。對。特別我冇，隔了人冇情，隔了人冇情 OK 啦。我有嚟人情，有嚟人冇情就真係坎坷。條本，你就係嚟關係，因為你 shock 嘅嚟。本地是，你係 shock 嘅，但你感覺 shy because 你家庭要去。對。就人去 OK。就人去你無插嘅，你又唔不其他人，你話對啦。佢家庭要去。對個無相，你識嘅人個無相。你成日識嘅人平時無看到人偷罐罐嘅嘛，然後你無識嘅人看到偷罐罐，你個無呢？你可能無看就耍嘛，看過就耍嘛。然後你去，我朋友同我講話，一啲日本真貴啦嘛。然後我咪問伊咯 ，and then 我問伊講，伊是馬來亞人嚟講，你去到一邊嘅時啊，你坐你爸你小店我去過，看家己爸看嘅，你講有啊，冇啊，少普通啊，真普通啊，真普通哦。就是啊，對人。我是人去嘅。我每隻情侶鬧直嘅嚇是。唔是關係跟外國嘅，是要在街出去嘅告訴。呢個嚟。一 bonus 街出去告訴。街出去告訴你在咩哦？讓 remind 在。你伊人愛聽你去日本，你加個你去日本，你阿未去日本嘅時。我唔知。你教我人講嘅嘛，你未記啊？嘅吹氣，你唔通過去，因為 topic 是嘅吹氣，應該是3年前嘅事啊，真好笑。嚟講我聽，我愛聽。3-4年前嘅事 ，because 我大買買飛機票是真last minute 嚟就。Then 我大買飛可能12點，啱啱俾5點就飛咗就，我想翻。Then 有一單嘅事，我嘛仔過咯，班機我唔知去到咯。我想你阿媽轉去日本嘅。So 我嘛去啉酒，啉一酒，即係講交我朋友，最時啉酒，because my last day in the work 嘛，仔過我就冇做工啦，交呢句話轉嘅。佢哋硬招咯，參，嗰段時是 blur 段啊，
我係厝嘅時候講12點 ，OK， 我明仔冇做工咯，start 冇做工，買飛機票咯。買了去日本嘅飛機票，我hotel嘅物件都是 last minute book 嘅，book 了，然後我去12點 book 了，我走去困，媽就我困未醒。我偷了我機吹機出來嗬，然後我去到飛機場嘅時，都斜講，我機吹機冇跌，我 because 我個去了，我唔知我機吹機去到倒落去了咋。我講做咩我係吹 something not right， so 我講 OK。我對起咯，我講我去飛機場我 check in 嗰時候，全部入咗我飛機垃圾全部 check in 咗啦。我成日嗰2點鐘哦 ，OK， 我咪出去個對起 check 咯。我真係想去做啫。我對起一套，我對緊我係我出來嗰時候 ，all the way 出來借搭機頭對起。我對我做事，我隨便掉。我講死啦，安怎好？我機隨機去到落去啊！我是唔是我哋想了咯？是唔是我機吹機我拗嘅時候拗出來？拗啲一蚊咋？你安怎拗？你是唔是啉酒醉？都是啦！我啉酒醉我拗我未記啊嘛，我未記啊。不了去啊，唔知安怎做。所以你直頭困到都未記你醉本了，我嗰陣你個想到，我隨便掉了。我想我如果去飛機場嘅時候，感覺你吹，做咩冇招我淡薄物件嘛？然後啱我講，試下隨便掉，我幫啲一位嘅嘛，但係我是定係叫你機吹去到幫啲一位嘅地方嘅，你隨便掉就是冇咧。然後我咪想到咯，可能我去一晚嘅時，早起我去toilet嘅時，我可能我拗就我拗出來，但我唔知係機吹機拗出來。所以我講 ，OK，the another chance， 是我對飛機場 check in all the way， 去toilet 除咗佢。你到底 toilet 冇拗啊？到底飛機場 toilet 冇拗啊？有。你這 detail 冇 miss out， 佢都冇咁話講到啲拗。你是到潮門拗，你是破病是點酒醉？拗 ，because 一飛機場就得我拗 ，because 我全部 blur 啦嘛。所以你 still 是醉個呐，你個醉個係是5點鐘嘅咧，我有4-5點鐘上嘅啦，我6點嘅飛機啊。我4點起來就你去你厝就係經就袋咧有吹掉，吹冇掉。你咁我去到飛機場嘅時，我到對飛機場，到對，because 我人即大地方飛機場冇大嘛。and then 我早起去飛機嘅時都冇真濟人，真少人呀。4點幾嘅時早起冇人。我講 OK，last chance， 我去飛機場 check。對咧。我去飛機場 check 嘅時候，我同你講啊，我用手啊，飛機場落去一萬呢邊去吹。嗰陣飛機場落去一萬呢邊啊，因為你成日往這呢邊啊，飛機場去一地看，去樓看有無？哎呦，特別你目睭看未到咩？你點解？我媽就係可能 because 伊有一個，安尼看伊擺安尼落去，你見過伊接去兩邊特別 ，Oh my god！ 我嘅 try 看埋嘛，看埋甩嘛。maybe 掉嘛，所以而家一手去幫去攬咯，幫去撈啦。你去我出來，除掉嚟講，你個細一個狼得對。我感覺我會啊。其實係 bleach 嘛，都寫係唔要緊嘅嘛。Just disinfect 一樣嘛。我係使 disinfect 係嘛？係啊，問你機吹機啊嘛。你冇吹掉？而家隨便掉啊講，隨冇掉。我去到背機，我講試下來背啊啦。我冇機吹機，我都是背嘅，但我是
好嘅就係我有夾 face mask 用全部夾佢有黐住住啦。所以我成日 face mask 咯，去到日本嘅時，哇夠辣一咯。我除咗嚟 dentist 啊行 call 咯。但家我是堅強啦嘛 ，because 你無 call 你食哦，你偷了你 mask 咧。你食哦？我食，我食。你是頭前啦，唔是後尾啦。頭前。看起來是講我 end up 嗬。冇呢好看，特別你爆物件你可以食啦。Exactly。伊唔是講未食物件，我可以食物件。So， 但係我用咗一個月嚇，喺日本嚇做我幾喙齒。一個月哦。哇！你一日我去做啊，等一個月啊，對啊。但 UK 都上來了。哦。你咪是你去日本嚟估咩？我上排去2個月嘛。哦，所以你攤單啊，你攤單嘅一個月咧，先到到至青馬城，即係gì？有啦，唔買潮呢咯，潮嘅大聲可能看到嘅，反正冇唔驚咯。誒，你大家個當劍，你 still 唔知你就去走去倒落去。我未記咯，3年前嘅事買啲笑咯，就好潮呢，一人每晚嘅時候講，對我想就做兩塊物件。你當歸下我唔敢半暝啉酒啊，佢講。唔知你吞咗去哦，特別冇啦，你吞咗你應該放出來一個。你去 X-ray 看看你出去。吞喺玻璃。而家就是你塊哦。哇！我因每往食我諗每講你食久嘅，我都可能講到跟住去時，人講你告訴講嘛，特別你個冇地，你冇來。冇來。即是 holiday 啊，就貴啊個幾廿個節咯。2 3 months 咯。去馬拉加點先啊？真是。一期是辦嘅，一期是辦嘅。哦，個貴嘅事。OK， 感謝。個貴嘅事。感謝你嚟教我講隻 bonus 嘅跟住去告訴。感謝。我都冇插手啦，你每晚咪講。佢感謝你教我講你去。Nothing to be shamed， 我是感覺。去日本嘅即係冇清啥，去温泉嘅經驗，一個大家南西去每群人南西嚇，南西嘅嚟。我老掉啦，我叫399來接。399我咪講辛苦冇事，接我嚟講即個冇老直咪寫曬單，我講辛苦冇 body hair 是 next topic。OK， 咁南西嚟使講，南西使聽下啦，聽下落愛困嘅時，你個走袂緊。感謝大家。我聽。這禮拜講嘅平成啊嚇，我講 bonus story 個，接落嚟咧，我諗就是要講另外一個話題啊，確定對小打，確定是讓小嘢小打禮拜再見，拜。